来看巴拿马的咖啡业者伫网络指控讲，咱台湾正出名的乌克兰咖啡根本是无向因买过世界冠军的艺伎咖啡豆，所以认为咱台湾业者卖的是假货。乌克兰的头家今仔嘛出面回击咧，强调讲这是员工的疏失，表示错误会来检讨，消费者嘛会当退货。检方目前嘛已经在侦办咯。 知名连锁咖啡奥克寮传出咖啡豆标示不实，公司搁再出面甲消费者回击咧。这次的事件造成的影响，除了对社会大众以及相关合作单位诚挚道歉外，我们也彻底检讨相关的流程。 巴拿马知名咖啡庄园主人威廉分别伫11月甲12月透过面册指控奥克寮甲乌金两个咖啡业者无采购青豆，选两改用因庄园的名卖顶级的假砂咖啡豆。台中市食安处11月26前往稽查，确实发现一款产品的标示甲实际原料来源不符，违反食安法。设有违反食安法第15条的规定，已依照第49条规定。 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他的理解是没有买Sophia，为什么标Sophia？而我们里面的同事是跟威廉先生买的，在查询的时候是查询到Sophia， 造成这个误会，造成这个误植。奥克寮解说，去年确实有甲该庄园进口另外一款青豆，不过因为第一线的员工行政流程重大，标示错误的产品名，地主产品标示做价效较悬的顶级假砂咖啡豆，除了承认管理上的疏忽，嘛将标唔对的产品全部落价，提供消费者退货。伊嘛得到该庄主威廉的谅解，目前协同和解。这个行为确实是违反食安法，台中检方嘛开始侦办。 涉嫌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规定，函请本署侦办。本署已于12月9日分他案，现由检察官侦办中。检方表示，本案是经过食安署函送，奥克寮表示会全力配合并尊重司法调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